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庭仁。你敢有听过什么叫做公务人员大逃亡啊？铁饭碗自古以来奉行先，即马规碗拢生鲜。比起民间公司业绩福利无得比，也阁有满腹的委屈泪连连。今仔日4位当事者甲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吴伟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退休交通员警周明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湾铁路产业工会秘书长朱迪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台湾罗岗电线资深研究员孙友莲。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继续来关心公务员，虽然讲是铁饭碗，不过公务人员的离职率嘛愈来愈高，嘛有人嫌负担相重，传出了，譬如讲台南市安南区的区公所，一个人要管理107个公园，甚至有2个科长甘愿降职调单位。在外的公务体系的工会就去行政院抗议，要求要调薪水、加班要比照着劳工有倍率计算，那么有关公务人员的待遇。体系要调动，公务体系要调动，加班制度要正常，加班制度要正常。十外公务体系工会来到行政院外口大声要求调薪水，伊嘛要求设定加班倍率，避免业务无合理增加，保障基层权益。劳工一般有这个加班倍率哦，1.34、1.67，但是我们公务人员哦几乎完全没有哈，所以我们要讲哦，这种制度底下哈这不是在鼓励我们奉献的，而是在变相的剥削我们这些保护国家安全、维持政府运作的这些人哦。所以我们要求哦，加班费必须要全薪计算哦，应该要设置倍率哦。行政院人事总处3月25有讲，要伫6月底进前会对公务员专业加级表来调整，争取军公教调薪。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公务体系像药检津贴、失能死亡给付等等，拢是以本行做计算基础的，应当连本行做伙调整，才是正式的调薪。有人关心薪水福利，但是嘛有人感觉人少代志多，甘愿调职免做遐尼忝。像台南安南区这几年来，因为中卫案济人口增加，即阵已经超过20万人，成做全市第2大行政区。不过嘛出现行政人力严重失衡，就传出有一个人管理全区107座的公园，5年前干那70外座，大头变真重。像安南区即阵遮尔侪人。你来共款的，咱内底办公啊，共款拢遐个人，你服务起来一定，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嘛，服务起来一定会较差。安南区公所表示有2位科长当袂调，甘愿调职嘛要换单位。台南新界6都以后，行政警消编制阁是旧标准，对袂着发展的需要。市府讲，因为中央人力管制，目前会先增加临时工来补。台南市政府不应该再继续忽视安南区人手短缺的问题，应该立即重新编制所有的人力。牵涉到经费的问题哦，我们会向中央争取经费，或者用工程那个生移款，还有其他的经费部分，我们来协助办理。有人嫌骹手无够，有人到行政院外口大声喊改善薪资福利。这几档公务员离职率增加，欠工现象普遍，要安怎保障基层权益、稳定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做公务机关的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情形哦，其实你看有迄牌啊，连学校教册的老师安尼讲啊，哇吼，30年前一节课600块，即摆也是600几块。哦，真侪人拢对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有感受，但是事实上，这个业绩甚至是本行拢无调整。当然啦，咱来看到底是偌严重吼？你看，上严重的吼，欠人的就是土木、机械甲电力这个工程啊，3类科合计占录取不足的不足额90%啦。
就是你结果咱考了，叫欠90%，10个欠9个啦。哦，这个另外台北市又欠员8324个，工程类的吼欠超15%，经销类的欠11%啦吼。啊，这他说这礼物啊吼，你是经销是个消防协会出身的，所以咱你来讲看嘛。哎，我要申请吼，咱这个公务革新的这个理事吼，吴律师吼，你来讲看卖。大概来讲，因为我有查过去的资料，超10几当进前，有一度公务员大家真爱考，这南洋街吼，你要考这个公家人员呢，你想参加公家人员考试吗？像这种广告足多，即嘛，这是30年风水教轮，还是讲无？这个趋势是一直出落去，无救啊。其实10几年来吼，公务人员吼，伊的要参加要变做公务人员的人吼是降低，但是因为有疫情的关系，中间有一个疫情，互人感觉讲，这局势刚刚有小可放缓，但是疫情了后，你一般私人的劳动市场，吼，咱伊的景气咧复苏，但是公部门无其他的诱因，和其他的少年人吼来做公务人员。啊，即马若讲到这欠工吼，你可能看讲不含教师差不多36万人，但是欠工有几个意义吼。第一就是对我讲的土木吼，还是讲机械，还是电力，这专业的迄人才，伊伫咧外口吼，找到更较好薪资的工课吼。这是头一种的，啊，就伊就无愿意来做公务人员嘛，吼，专业的。啊，第二种的是业务增加，但是你的人无变。业务增加，你的人无变，意思就是讲，你需要人来做的工课，无人来做，吼，还是讲爱原本的人来分摊。啊，第三个意义就是讲，虽然讲这是36万人吼，但是伊若是有法度调动，伊是无愿意去较辛苦的机关。机关呐，吼，伊是无愿意去较辛苦的机关，变做讲，若是伫咧直辖市，你伫咧直辖市做公务人员，你的薪水嘛是安尼；啊，你伫咧一般的迄县市，吼，做公务人员，你的薪水嘛是安尼。啊，你若有法度调动，你一定转去你的故乡嘛，或是一定转去会当消费无遐悬的所在嘛。是，我甲你请教吼，这甲有18%无18%有关系吗？其实你若要讲新报考的人来讲吼，30岁以下的人，伊若入来做公务人员，你问伊讲以后退休金安那，伊其实无啥物感觉，因为伊对伊来讲，这物件是会改的，伊就看金马的待遇吼，我用金马来比，金马拢比袂过，我去比40年后，吼，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嘛。因为伊来做公务人员，伊嘛有民间的机会嘛，毋是机会尔，还有朋友会甲伊招啊，吼，你这种才，你这人才，你啥来来遮吼来发挥，啊，你有更较好的待遇，这就比较，啊，自然就发生流动嘛，吼。所以18%毋是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对新报考的人，因为即摆若要讲新报考，还是讲要离开的人，吼，这是已经无往望这啊，吼，30岁以下、40岁，甚至40岁以下的人，吼，啊，这是一部分，但是我要请教就白啊，吼。你所在，你譬如讲，你住个警察机构，经销的欠人头欠11%，但是恁的单位咧，你过去的这个经验，迄11%是总体差不多11%啦。啊，你若第一线吼，可能要欠20-30%。我以前就讲过足简单的，你若是升官吼，大家拢要去啊，就是你若顶悬出去一定有人补嘛，啊，但是基层出去无人要补啊。上简单的讲，欠组长，大家嘛想要做组长，对无？啊，但是你讲派出所还是交通队欠人，有人要去无？就无嘛。所以一定是顶悬先补，下骹欠人嘛。所以你若讲总体是欠11%，啊，其实那个基层一定欠20-30%的啦。啊，伫基层的人员吼，伊就是大家离开了，无想要转来嘛。啊，新的人嘛无想要来，啊，这是足大的问题。咱台湾吼，伫上歹考的时阵吼，差不多民国80年甲90年之间吼，警察人员的这特考、特考吼，上加差不多3%外4%。哦，嘿，啊，若甲2000年，你还搁歹考的？啊，2000年吼，甲2010外年之间吼，平均差不多7-8%。啊，但是去年甲31%外，就是
录取率啊，即马甲超过30%啊，表示即马要考的人吼愈来愈少。啊，但是你若以台湾即马即个环境来讲吼，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代志。像第一个是景气若好，考公务人员的人就少。因为我外口的机会多嘛，我想要拼看卖，对无？我外口有通拼，你公务人员，就算讲你做了偌好，哦，互你一世人做30档、35档，做到组长啥足够啊。其实嘛是安尼尔，外口你有拼的机会，你若景气好，大家就想要伫外口发展。第二就是少子化，你人口愈来愈少，啊，本来就是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咱即马吼，拄则讲到这个考试这个录取的问题，就是讲，即马咱来讲的吼，毋是讲干那人数尔。主要有两项，第一是讲你即马录取来的人的品质好无，素质好无；第二就是讲你做的工课有减少无，还是讲你的人力会使放你上需要的所在无？啊，你若这两个有法度解决，啊，因为你人愈来就这是绝对无法度改变的啦。啊，除非你若讲50年前、40年前，像大家要做老师，像要做公务人员，咱我细汉的时阵，大家拢讲这是。铁饭碗嘛，上有保障的嘛。啊，以前是去外口食头路足艰苦嘛。啊，做公务人员吼，即摆是颠倒变，公务人员艰苦，但是阁无机会，因为你外口有法度发展。啊，你即摆景气好的时阵，大家就想要去外口拼看卖。啊，拄啊，历史讲的讲，即个年金的改革吼，其实是对这几年要退休的人有影响。因为伊赶紧要退休，想讲我赶紧离职，我通摕到较好的即个退休金。但是你对少年人来讲吼，伊无啥物差啦，无人你。一做公务人员想讲啊，我30年了，我要安怎？其实嘛无，迄影响较细。啊，就是主要即马是待遇要安怎来改变，啊，你工作的内容要安怎来改变，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其实比你的人数上更较重要。哦，这是待遇啊，甲工作环境啊，这毋就甲恁代替咱迄讲咧讲的，就是讲即马工作环境真侪人都无爱，代志真负担真啊，肩大头的责任真重。恁的基层啊，甲中层的人的心态敢共款啊？恁嘛是共款扣无人？对，那我其实觉得，纵观整个公务体系啊，大家的问题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我的实际薪资是跟不上我的业务，还有我的额外的风险的。好，比如说刚刚这个我们石大哥讲到，警消人员遇到的问题，工作时间非常的长，都是以这个10几个小时甚至24小时在起算的。哦，那甚至他在这个加班的时候，加班费也没有办法这个全部来计算，那他们就会觉得心里有落差，或者是老师在工作现场的时候，他要么就是要承受家长跟这个学生的相关的风险，哦，可能会被这个申诉，或像我们台铁自己也是一样嘛，这个不断的被究责，不断的被问责，那就算进到了公务机关，哦，被人家说是这个铁饭碗，那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外面的世界至少不会有这么多遭到法律上啊的这个约束啊，会有时不时就会被问责的这个状况底下，我想虽然国家一再的讲说我们的薪资真的比较高，但是我们必须得说，那个在纸面上高的这件事情，并不等于我背后的这个对等的实际付出的业务，还有我承担的风险。我觉得大家是在看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的不满，是说这个要做的事情多到不行。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公务体系都在面对的问题。低薪有低薪的部分，那薪资虽然高，但是他的业务甚至比他的薪水还要来得高更多。我觉得这个是整体，不论是这个第一线或者是在中阶层的这些公务人员遇到的困境啊，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应该要来有这个透过调薪或者是业务的删减的方式，来去减少这些人离开的因素？不然的话，其实不管铨序部或者是行政院都一再宣称说福利都很好，薪水都很高，跟劳工来比。但坦白讲，这个你真的这样比下去，大家的反应就会是。你认为这个药单是开唔到，食唔到药啊？对，没错，就是开错了。因为中央明明有能力去遏止每个机关去做没有意义的业务啦。哦，像我们消防员哦，他可能打一个火警回来之后，他还要打报告。哎，他在第一线作战，那回去还要继续做文书。或台铁，我们还有些都要用那个人力去手写。哎，那个电脑 key 一遍，手上写一遍。但是这应该是机构本身应该寻求改善的这个机能也好，还是讲伊内面内部的机制啊？对哦，但是
外面的人看不见啊。因它不是为个政绩啊也是讲，这个机构因为顶头无咧要求这种物件，所以伊无排伫优先顺序的上头前。我先逐工吼，请假都无够，我倒来拍歌，我就这群人吼，会当罔用就罔用，用旧方法来面对就是问题。对，这个简单来说，第一，我花钱在做内部的调整，外面看不见了。那我宁可花时间去做外面看得见、外面称赞我的、长官赏识我的行为，我也不愿意去做内部的调整。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长期的一个不满啦。另外一个是，我们也必须要说，行政院其实不用修法，只要我们像劳工一样去计算我们的加班费，去设1.34、1.67的倍率，我想这些机关在用人的时候就不会毫无节制了啦，因为他就要去算说他的成本够不够，那要做多少事。但现在不是，现在全部你加第1个小时的班，加到最后1个小时，你拿到的钱是一模一样的。那反正后面还有很多人要报考。反正这个报考人数都在加班费我也不用付出太多，那就请你们这个继续工作，继续努力，把公务员当这个免洗筷，那当然问题就不会解决啊，毫无节制的运用。其实中央政府连修法都不需要，只要简单的去修改加班费的办法，各个机关就会乖乖就范。来问幼莲兄，这干那1.36，这个加起来就可以解决了吗？其实头拄啊，拄是您讲吼，公务人员大头王嘛，吼，大头王嘛，吼头拄阮伫咧外口吼嘛，请教两位少年讲敢有这个状况吼？譬如讲，如果咱用政府的统计去看吼，其实人数10人来有增加，吼，为34万，1004年、1005年诶34万，到今嘛吼，差不多是36万，过去5档拢36万，其实。人数拢固定30几万那30几万问题为什么互社会有这种感觉讲，公务人员拢时间拢走去外口，无其实有的是伫内底走来走去，其实阮头有一个结论其实就是较歹的课无人要去啦，这是一个问题啦所以如果咱用这个角度去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即卖的状况？头拄比如你有讲到的讲加班费，其实因为咱劳工，咱的劳动条件，咱有劳动基准法来规范公务人员无啊，公务人员是讲无适用就规范的，伊无适用所以变做是，譬如讲我举一个啦咱一例一休，劳动基准法的例假是袂当上班的，袂当上班的啦。但公务人员伊虽然是公务人员服务法内底写讲有2例迄个2例公务人员的出勤是命令啊，我叫你来你还来啊，你袂讲袂使，我叫你例假。若像明仔咧，公务人员会当休困。明仔有因为明仔已经休嘛因为即马去年迄国定假日已经甲迄公务人员会当。休5一劳动节，比较5一劳动节，但是其他的无得到。一般来讲，你国定假日出勤，有其他的迄保障嘛。但是你若是公务人员，你嘛会当放假，你嘛会当做袂了来加班，但是你来加班的时阵无另外的保障，无另外保障，你就是你有来加班，就是去讲加班费，不是参出外口，佮互你补休啥。意思是我佮补充一个问题，就讲其实头拄来宾拢讲着嘛人可能无改变，无减少，但是服务增加。为什么服务增加？其实这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一个结果嘛。因为比如年底要选举要选管市长，爱开迄个支票，开支票是上来做，公务人员来做其实咱如果咱要去挑战讲这整个的制度伊的问题来讲为年前迄个时代，咱有一个政府总员额法。伊缩掉缩去掉以后其实选举袂当碰撞诶，对因为因为迄个时阵可能咱看到讲咱的退休的制度其他的制度可能爱小可缩者但是无人去挑战讲政府总员额其实民主化过程是抵触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选举爱开支票开支票拢是咱人爱去兑现嘛。管市佫升价，对所以
其实咱看这个问题来讲吼，未来其实真正是好好思考讲，要安怎来改善公务人员的劳动条件哦。这部分来讲，可能会讲人留落来啦吼。因为我头讲的36万，可能头拄迄个施政部有讲到嘛吼，新的可能新的在走嘛，中间的人吼才忝的，中间的人吼。家己的业务要做，佫爱带新人，佫督导啊，嘿对啊，定定带新人，新人带袂调嘛，就走，佫爱带新的人。其实我感觉讲，投资即卖在职的公务人员，即卖未来可能是爱做的代志。无吼，我感觉讲可能人数可能无改变，但是大家拢做遮忝的，大家拢看袂到希望，可能遐有其他的机关有紧流选来遐，较紧去，这问题就永远都无法度解决，呀。所以咱这个有连兄你讲的，就是讲其实人数毋是讲欠还无欠，是去无招文，有诶走去遐做勤考的代志，有诶有经验的无爱担责任，有诶吼走袂去的，走去遐皮喘。但是这就是看起来问题真大呢。如果若要互你讲来做一项代志，敢亲像他怎秘书长所讲的，相对1.36倍这个加班做起，其他的劳动条件，若要搁做第二项，应该做啥物？上起码爱制度化啦。已经为什么无制度啊？你要制度化以后，要安怎算？要安怎来？譬如讲加班，因为预算是固定的嘛，公务机关上讨厌就预算是固定的。你加班加较济，伊可能嘛要管一个，拜托者，你这袂讲报加班，你迄袂讲报加班，因为伊预算，立法院通过啊，就遐尔济啊，所以这个问题讲当然咱嘛建议讲，莫定定加班啦，过劳会死嘛，你会伤忝嘛，所以是要安怎来，互公务机关内底的人伊感觉伊的工作，伊做迄个代志有尊严。我感觉讲，包括讲制度化，毋是刚才讲工时的制度化、加班制度的制度化。那会当适用到计划，这敢会通袂通？这是可能爱问伊两个啦。来，郭律师。因为伫即马台湾讲我们的宪法啦吼，宪法是有规定讲，若是照即马的大法官啊，过去以来大法官是认为是无共的，一定爱分开的。两种无共。但是这是一个观念嘛，就是对于迄个三民主义开始。三民主义伫中国时就认为讲吼官嘛官民嘛有两个不一样嘛，但是。这是一种，安讲，我是上位者，然后你是我的那个臣民的一种尴尬哈。你私部门劳工就去分开啦哈。但是伫所有的民主的国家，这一定是安尼去想这个代志吗？其实无一定。公务人员有伊的特性啦，吼，但是伊这个特性有变做讲，救济的制度一定爱无共，还是讲？适用的法律、适用的劳动条件一定爱无共吗？好，伊的特性有造成一定要这样的去区分吗？好，包含说治安法，好，起码治安法，好，哪边修那你们公务员去修一个，你们这个劳工去修一个，其实修出来长得都一样啊，可是他就是坚持说你的公务员跟劳工，就算他的实质待遇也一样，但是我的还是要2个壳，好，这就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啊，这层次就较悬了，但是。这个反映在基层，在实务上，其实伊有造成一寡问题啦，吼，变做讲你打败那边吼去劳工大团结的时阵，说你们公务员去弄你们的，劳工去弄他们的，到时阵那个稍微有不一样，讲公务员哪会较好，劳工哪会较歹，是讲劳工哪会较好，公务员哪会歹，就会有一个落差，其实不利于整个台湾社会劳动条件的改革，其实是应该要防。因为咱外安的问是，咱每摆咧讲，公务人员调薪哦，公务人员调薪，隶属着上直接的关系联动的，就是讲物价起涨，而且会带动民间的调薪，这嘛咧奇怪，结果民间才入过这个公务人员，这个物件是，因即马去看这个调薪的。问题吼，
一调薪一调本薪，但是你超过加班无咧算啊。但是一般的私部门拢有算啊，一般的私部门啊，甲伊的加班费，照实甲伊算落来，是有可能比公务人员更较悬的哦。你若要叫公务人员，伊工作的时数，伊超勤工作的时数去算，好，你给他算本薪的时候，都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公务人员拿典型的，一个月20点钟，好，但是他真的只有超出20分钟吗？天崩就是20点钟。哎，啊，你超过的讲，你休困，那有可能我代志无做了，那有可能讲直接去休困？我难道要吃乙吗？还是吃饼？无可能啊！好，你嘛是自己来做功德，你就是自己来做功德，家里偷偷来做，你根本让回来发现讲，哎呀，你已经超过了，不要再那个，你还要偷偷的做，啊！但是你私部门的话，你如果有来上班的话，有做这个出勤打卡，然后也有申报，基本上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它的法定它基本款就是46啊，啊，你把这个加进去，你虽然说好像底薪初入职场公务员比较高，可是你把这些实际超勤的算进去，而且公务人员咧调薪的时阵，不是一个一个调的呢，是大家咧并齐安尼调哦。伊有一个薪资的结构啦，就是本俸啊，啊，还有迄专业加级啊。譬如讲，我之前做过书记官嘛，啊，伊之前讲就是你的专业加级，因为你司法单位嘛，哦，你较忝嘛，今年这个增加业务量，啊，调偌济，10几年来调偌济，1000多块而已。10几年来调民国80几年，我因为一直喊，我们都喊10几年，搞不好已经20年了。80几年到今嘛，专业加级，好，书记官增加很多案量，专业加级13多。无，你这1300偌济，这是比如专业加级。咱近摆来咧看新闻讲，啊，这个公务人员调薪3%，啊，这就是你迄3%吗？无一定，你3%你要看具体的伊迄届3%是偌济啦。其实通常都是整体啦，通常是整体。整体的意思就是讲，你这13块，你的本俸跟专业加级做伙嘛，加起来，要通常，但是要具体看个别啦。好，通常他如果说要依你书记官呢？书记官就是本俸跟专业加级一起调，通常，但是不是一定哦。但是这通常就是会一起。啊，但是伊表现较差，伊嘛是3%，我表现较好，我较勤，这就是加薪的原因嘛。你加薪的原因若是通膨，是客观的因素，好，啊，就是大家拢做伙调，因为客观环境，啊，你加推便当是100块，我嘛是100块。啊，咱公务系统无迄落讲，哦，你是真赞，我搁给你加。这牵涉到吼，因为今嘛你若要加薪吼，伫个公家机关吼，有一个物件就是。你爱升官，好，你的职等爱升官，啊，官等爱升官，你才来加薪。伊袂当讲我欢喜，我主管看你哦，你这个袂歹，你这个赞，好，即个互你加薪，加互你专案加班抢落安尼啦。好，以书记官来讲，但是你若要升你的薪资待遇吼，就是较有感的升级，就是爱升官。啊，升官就甲一个做物件白做伙，就是年资啊。但是你的年资若有够，你个表现好，你就较有可能升官。啊，表现好有这个意义啊！你主管较对主管听啊，嘛有可能你表现较好，拢有可能。但是你就算讲表现搁较好，你年资无够，歹势。伊就会甲你讲，你再等一下，明年再来，明年再来。啊，明年可能就换一个主管，啊，就看袂到你较早表现偌好嘛。哦，对，可能就是安尼。啊，这个来就被恁的情形是安尼吗？其实足简单来讲吼，拄仔讲到这加班的问题啦吼，其实搁较早以前吼，阮警察叫做1轮休2外宿啦，就是一礼拜吼休1天，啊有2暗通啊转去厝的，啊其他时间你就算讲无上班吼，你拢爱住伫你勤务单位，24小时爱住伫遐待命，袂使离开，啊但是无甲你算钱哦，无算钱的哦，啊这是算作待命，嘿待命啊袂使走，啊走甲你处分。所以叫1轮休2外宿，啊，尾仔拢改讲会使转去厝的吼，啊，但是你若算就知影，譬如讲你一个月通领5万块，你一天上8点钟，一个月通领5万块，但是你若一天上12点钟，你是毋是想讲哦，我若5万块的月给8点钟嘛，啊，我12点钟是毋是应该7万5，对无？你若照比例算是安尼，啊，毋是通领15000块尔，你就感觉是安怎无合理，因为伊的加班费。会计算的方式无共款，伊就毋是像咱拄仔讲的，你若加班哦乘以1.6还是乘以偌济，毋是伊就照你上班的时间去算尔。啊，伊个安怎？伊个用你的本俸去算哦，伊毋是用你的什物专业加级、警勤加级落去算，伊用本薪的本俸去算的哦。所以
一个月领万外箍尔，啊你18点钟变12点钟，啊你加领万外箍，你哪有人想要安尼做？其实照你讲加班吼，就拄啊迄个孙大哥讲的，加班是不得已，你上好莫加班，但是你若有加班，你就爱互伊较济钱，一定爱比平常时较济钱，但是你。为着我要省钱嘛，我省钱就尽量莫互你加班，但是我若加班，我就一定爱互你。但是恁做警察加班应该是真事上无，伊毋是事上，伊是一开始甲你排班就甲你排12点钟啦。伊无加班是例外，有加班哦，迄是平常时伊逐工拢甲你排12点钟，你去看新闻表，逐工拢甲你排12点。嘿，伊逐工拢甲你排12点钟。啊，例外吼，就是讲你即摆讲啊，我厝诶啥物代志啊，明仔载会使排8点钟无？啊，好啦好啦，甲你改8点钟。无你平常时逐工就12点钟啦。100个人99个拢12点钟啦。算讲加班是正常诶啦。啊，谁那加班是正常，因为你著代志伤济。啊，搁一个吼是咱台湾咧对公务人员诶观念是安怎？伊袂使看到你爱用啦。有当时你讲即个单位吼，讲你本来一个派出所讲20个人，讲无够，我甲你补5个，变25个。啊，但是照你讲，你是20个上班，你有5个伫待命，还是讲伫准备嘛？毋是哦，伊看你5个来吼，哇，你这5个足好用哦，伊搁甲你排3万个巡逻，叫恁5个搁去轮，啊，等于无补啊。你补5个，啊，搁叫你做5个人的代志，啊，毋就等于无补。迄是啥物心情？啊，就是中官看到你，即个2点钟无做代志，还是你2点钟伫派出所内底，袂使一定爱叫你出去，一定爱叫你去。一定爱排一项任务，互你做就对啊啦。啊，其实照你讲，我补人第一就是为了。小白，这是普遍的。普遍一定是安尼，99%拢是安尼啦。对。因为你补人第一是安怎？我就要互你轮休嘛，互你大家莫遐忝嘛，对无？啊，第二就是讲，我做预备，我若万一发生什物重大的代志，我有通调人。嘿，我有通调人，毋是伊即摆来补3个、补5个，伊全部拢甲你排出去，伊逐工勤务表拢甲你排12点钟，拢叫你做这做。反正你嘛是用当泡茶啊。迄就敢若讲迄消防队有哦。其实照你讲哦，消防队迄消防员是，你上好规工拢伫内底拢莫出去。对。我着规身躯穿甲整整齐齐，啊，伫遐看电视吼，啊，伫遐拍电动上好。啊，拍动球啊，大家咧运动，吼，健身房运动上好，你拢无代志。但是中官就感觉讲啊，你安尼袂使，你安尼拢无伫上班咯。操练，拢操练，叫你出去，啊，叫你去做啥物代志，去为民服务，去创啥？伊感觉讲，你这人就是爱用好真啦。啊，但是其实咱的观念毋是安尼。啊，咱讲台语，你讲做官就要变，做官就要请，做人就要变。因为我讲台语这件代志毋是钱尔哦，钱会使增加无毋对，但是你若做这个头路伤忝。啊，佫无尊严。这就是他有人遐讲的，这劳动条件。对，你的条件差。公务人员唯一的优势是啥？无遐简单互抬头一项尔，其他还无啦。其他你若未来发展性，就主要讲的，你逐年吼，虽然你讲公务人员有当时加1.5，有当时加3%，你若看新闻嘛，2、3年加一遍嘛。但是你看，你若去外口的公司，你若表现好，你去卖保险、卖厝，你若卖第1名。你每年就10%、20%你加薪啊！啊，你的发展性佫无遐好，啊，你唯一的优势就是讲，我袂去用抬头。外口是讲你若表现歹，后礼拜你就免来啊嘛，对吧？啊，但是你若讲做公务人员，伊的好处是伫遮，但是伊的未来性、发展性是完全无共款。啊，佫一个就是大家袂好好表现啦。你若讲逐当拢固定3%，还是固定1%，啊，你表现好甲表现歹有啥物差别？无差别嘛，啊！你若有法度做着官，你通管着一群人哦，啊，足爽安尼尔。我讲白是安尼尔，啊，但是你若连这都无，譬如讲警察人员升官的路足下嘛，啊，你连这个人讲啥心理的优势、这优越感，连这个做这个工课的尊荣感拢无啊，啊，你佫有剩啥？啊，你无像有的国家吼，有的国家用啥物？因有资深制。虽然你升官升袂着，但是你若讲表现足好，还是讲你的迄个年资足悬，伊的薪水有可能比你的官员佫较悬哦。你若表现好，但是咱啊配合听年，啊佫配合官位。对，啊佫你的表现，你的整体性去考虑嘛。啊，但是咱毋是，咱就是一个足死的、足啥、足僵化一个系统啊。意思就是讲，我看你啥物官，我就知影你大概业绩在哪里。是这个意思。啊，咱台湾即马就是安尼啊，看你做啥物官位，你就薪水较悬嘛。啊，但是你其实有的国家吼，伊是安怎？伊是第一，就是讲你的资深的人员，比如讲你做巡佐，已经做20年啊，伊足尊重的，是安怎？分局长都爱听巡佐的，敢若讲咱以前做编务，老士官长、司官长比司长更较大，对无？大家拢听伊的嘛吼。啊，
伊的月绩，伊的迄个权威比别人搁较好，你若有受到尊重，我讲待遇毋是讲干那钱尔，伊是各方面的，包括我拄仔讲的讲，你上班的时间，还是你做工课的内容，你若有改变，你毋免逐工伫遐为民服务啦，做足济，你根本你警察都无应该做的代志，你浪费家己的时间，你搁一工本来做8点钟，尔做到12点钟，去做无意义的代志，做无意义的代志了，钱搁无互我较济，搁比本来较少。我做8点钟摕5万外，做12点钟才加领1万外箍，我是头壳歹去。你若想你去，咱讲头壳小算一下，你就感觉讲认真做代志，搁做延长这时间，其实是无意义的。你讲起来看，这个封闭的这个循环啊，走袂，这个可能才走袂出来哦。但是他都伫我你有讲吼，讲这其实对加班费开始来点起了，这个火就会倒起来。是你较乐观呢，还是讲恁代替内面这个经验论讲，对这个薪资加起了，大家就袂随便加班，中官嘛会来控制，这正面的循环会来开始。我觉得那个加班的比较是让公务人员体系啦，因为像我们台铁是比照劳基法在算加班的倍率的，那公务人员反而没有。那我想，所以我觉得公务人员这个部分，因为机关它就像刚刚各位来宾讲的嘛，它的这个都是预算编列，那他自己就要想好说他该做什么事，那用人的成本是多少，以及我想刚刚这个友莲兄有提到说，第二件事情要制度化，我们目前的薪资成长完全没有法制化，都是我们行政院说啊，因为经济成长啊，因为通膨啊。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在法制化里面告诉我们说，计算的公式，丢。那到了什么时间点，经济成长到什么程度，或者是物价指数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来启动这整个调薪，完全是政府自己内部，突然觉得哪一天应该要调一下的时候，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捉摸不定的地方啦。像这个政府会说，最低工资明年就要一定会突破3万块，这个也是一样的一个态度啊，根本还没开会，你怎么可能保证一定突破3万？那公务人员也是保不定哪一天，明天调几趴，我们其实都不晓得。甚至在这样子的这个讨论里面，其实对公务人员来说，都不会找我们第一线的人员到里面进去。所以我觉得对公务人员这一块里面，他的薪资有没有法制化，他的加班制度有没有健全，我想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我们这种国公营的台铁这种就是低薪的问题啦。我的人工作这个起薪可能不到4万块，或者是像这个我们在健保署、农水署这些公务机关的这些劳工，工作了可能20-30年，薪资还不到4万。那这样的人，他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可能就更限缩。那你说需不需要这些人在？还是很需要啊。或者是我们要维持这个交通运输，结果我聘来的人，我的劳动条件那么差，那可能我在人数上面、数据上人都没变，但是品质效能不进步，对，或者是我的品质非常的不稳定。像我们台铁，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放榜就开始备取，或者是我一路备取到明年继续这个招人的时候，表示说我们整体的这个交通运输的服务品质，其实只会越来越往后而已。所以等于是政府可以告诉我们说，纸面上的数据都很漂亮，可是真正第一线民众跟这个员工我们在互动的时候，可能品质状况是非常不好的，或者是整个都是非常没有风险的时候，民众其实会觉得政府做事效率很慢。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倒霉的其实还是政府啦。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你今天跟我来要加班费，今天跟我要调薪，是不是其实你们不想做那么多事？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有没有思考过，政府机关其实是没在用脑袋做事，叫大家反正现场叫他做2件事，做3件事，像刚刚我们民警兄讲的，我有人就全部抓出去做事情，那这个到底只是为了要展现给上面看，还是说这个做了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有帮助？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来提高这个薪资待遇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啦。因为各个机关根本是没有成本、没有节制的在使用我们的人力啦。那更何况像台铁这种起薪本来就不高的，那他也没打算调整的，那更是在这个轮回里面啦，人一直走这样子。是，我才来请教友莲兄的意思是讲，是不是当比较的劳基法其实不是讲一定爱比较，而是讲。整个公务体系这个思维，就过去就是士大夫
啊做官，吼，啊而且听年了后，啊佮有适当，啊即你看到即个人，什么职位你就知影，要讲伊差几箍银，吼，是即种思维，而且他多你有影也讲啊，这就是大家都，你下死命加班，我也无成本概念。如果来当某种程度来创作，敢若是民间公司来做，啊，而且会当考虑到即个利润啊，甲产出啊，甚至是利润中心，这种代志敢有可能吗？其实吼，咱等来劳基法来看啦吼，劳基法第30条是安那写吼，伊讲一工吼正常的工时吼是8点钟，超过8点钟都无正常啦，意思是安尼啦吼，所以上好是莫加班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其实人增加，因为咱服务增加，人增加，啊莫个迄个外国迄款错误的思维，讲啊人伫遐营营都是浪费。啊，我感觉这可能会讲解决部分的问题，部分的问题。但是咱转来，咱个再看一下吼，其实讲实在啦吼，未来服务的更加增加啦，因为会定定选举嘛吼。啊，过去吼，伫咧维权的年代吼，政府甲人民的迄个距离是非常远的。看到警察警察是来掠歹人的，但是警察即摆是来服务的啊。吼，即个即摆咱叫公仆，以前毋是叫公仆啊，以前是叫公务人员，还是政府代人啊安怎吼？那即摆其实咱讲台湾改变非常的紧，啊，个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讲，我未来吼，即个问题更加严重是讲咱找无人啦。为什么？第一，咱的即摆的电视的气氛是安怎？啊，大家拢咧撞 AI 啊，大家拢咧撞富国神山啊，吼啊，其他嘛找无人啊，莫讲公务人员吼，其他嘛找无人对啊，吼，其他迄个，比如咱中区一寡工业区，伊嘛找无人啊，为什么？连白铁筋的都无啊。对，伊拢大家拢啊，迄到前途嘛，啊，拢走去遐嘛吼。第二吼，譬如讲啦吼，我即有差不多差30岁啦吼，啊，其实吼差30当不同世代吼对。一个工课的看法，价值观念嘛无共款。啊，欧洲的工课有做一个调查，吼，讲即摆少年的，啊，即摆咱生较少啦，吼，全世界拢共款吼，生较少啦，吼。所以即种欧洲的工课，伊去做一个调查，讲少年的伊对伊的科业吼，伊对伊的人生的看法，就是甲伊爸母迄代吼，则无共款的，吼。啊，譬如讲公务人员，互人的印象是讲啊，白死伫遐，时间白死伫遐，吼。啊，可能较稳定，但是啊，迄个工时是固定的嘛，吼，所以这可能都毋是我要做的。所以吼，如果咱阁无去解决这个问题，譬如讲我头拄讲到的，吼，爱导入即马的公务体系在职的人员，吼，在职人员的稳定落来，稳定啊，制度化伊的整个的伊的劳动条件，吼。包括讲头出工时，包括讲伊的调薪，包括讲其他的些，爱更加制度化以后甲伊对嘛留住人嘛，吼，先甲伊留住人，啊后壁入来的人，啊咱甲法度讲，慢慢互即个问题去解决嘛，因为即摆就是代志伤济，人伤少嘛，代志伤济，啊即代志伤济，伊毋是人个，伊这是民主化过程。自然出现的啊，哦，所以未来我是感觉讲，如果咱无为这个方向去做来讲吼，啊，可能代志更加严重。哦，这听起来是问题真大，啊，要对顶头思维，啊，要实际上钱的问题，啊，有人，啊，有工作文化吼。不过，你做过书记官吼，吴老师，你感觉？咱来整个，咱头讲公务人员含老师在内是58万，无含老师是36万。其实连教师嘛是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教师嘛是欠人呢。吼，啊，这到底是咱社会进步太紧，所以咱整个这个工作的思维、工作环境的思维对袂着，还是讲是无？是咱台湾特殊的这个情形，因为我看，其他国家嘛有欠员的问题呢。其实台湾来讲，就是讲以台湾来讲，台湾有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嘛，人民就愈来愈做主，
但是你做主，总有人爱来做使用人吧？一般人就会期待讲吼，公务人员你就是公家机关的使用人。我较早咧做书记官的时阵，打电话来讲，你们每一个都有缴我的税，你现在敢用这种态度给我限10分钟说话？吼，你应该让我讲到饱。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观念呐，哈，就是说，当然了，如果是 KTV，你要付多少钱就去讲到饱。可是我还有下面一位民众要服务，这是资源分配问题啦，吼。所以，吴律师，你迄阵做书记官吼，你一工，你安怎来计算讲你的工时？你敢有加班？一定爱加班的啊，吼，无加班你就是无加班吼，你就是要不然就超级厉害。要么你就是要等到明仔载再去做，对，一定要加班的，吼。不管你是新人啊，还是讲你是资深的啊，吼，资深的啦，吼，资深的书记官，你都难免要加班，哈你会当用一个数字，还是用这种方式来讲？观众朋友讲，恁的代志是安尼，做遐敢若山咧，还是讲无敢若头拄仔你讲的，讲一个人当讲10分钟安尼。吼，你书记官来讲，你上大的两业务吼，就是开庭就是对法官去开庭嘛，吼，一般民众去开庭，书记官就在拍你嘛，迄毋是你人决定的，迄就是法官决定的。伊叫你就爱行。伊排时间爱开庭，你就爱去嘛。但是你排时间，吼，咱下庭，我讲下庭吼，开庭开煞了，倒来办公桌啊，你办公桌啊头前就贴5、6、7、8张便条纸，是安那？因为你咧开庭的时阵，别人敲电话你来接袂到。无人甲伊回应，你就来探讲吼，你无咧开庭的时阵，一行讲，喂，请问有什么事吗？吼，请问有什么可以服务？打电话来是一般的民众，案件的当事人，不管是被告还是被害人，拢是，吼，还是讲律师，还是讲其他机关的书记官嘛，譬如讲借人犯嘛，吼，就讲有的人伫看守所内底啊，爱叫来叫去嘛，哦，譬如讲联络迄廉政署啊。哦，所以后行政的后迄个敢若迄个马上办中心，后对，你讲接电话这代志，吼，伊拢是足着家啊，无，伊就是看到你吼，上面写说被害人那个如无可以不用到庭，吼，就是被害人吼，看你的意愿要搞无，伊就是看被害人如无意愿可不到庭，这是什么意思？卡等那个书记官，这个不到庭是可以不用到吗？没错哦，是哦，可以不用到哦。你就是按你来回啦。哦，这个是我们有义务要跟民众解说，但是有当下一起个情绪，需要人改迄。爱修改。爱修改吼，伊后一句吼，你就知影讲，伊其实毋是要问他讲，迄个对方哦有够酷的呀，对方哪会无掠去？你来听。你讲是哦，我甲你提醒哦，只有10分钟哦。什么10分钟？安尼我先挂掉，我再转来去卡，去重新10分钟。但是讲实话啦，电话若必要一定爱接，因为但是咱毋是只有做电话的代志尔，咱搁爱发公文啊，搁爱整卷啊，吼，搁爱去送押票啊，然后要有些。什么押？就是讲吼，你若要具体押票啦，就是讲你譬如讲吼，你要提票。你无助理？阮就是别人的助理，助理阁有助理嘛是有较一般的入室庭务员，但是伊一个入室庭务员，伊要跟伊服务众人，服务3、4个书记官嘛，有可能啊，吼。你若是讲这是日常的生活状态啦。若是讲业务增加是啥？你就是讲每一家你伫案的新法吼，那推被杀出来的时阵吼，没错，你要回应社会的期待，你要给当事人更多的程序保障。但是你看，迄案件的量是安尼哦，但是你每一届你的新法推出的时阵，杀出来的时阵吼，你的品质甲数量拢是提升哦。譬如讲，你若讲一个国民法官，伊嘛是一案尔，但是伊一案会当，其他的案件一案开20分钟，或是按2点钟，但是伊可能要补3点钟。毋是，2礼拜，至少2礼拜。伊一案尔，伊嘛是一案咯。你安尼看嘛是安尼案件，但是伊是为着要保障讲较重大的案件，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的业务的增加甲人力有跟上吗？哦，你有考量到无？还是讲再讲一个，每次有什么诈欺的新闻出来，严格打诈。
打炸了吼，打炸是关于什么代志？有啊，打炸你打炸，警察就要开始抓迄啊。案件就增加。哦，地检署迄边就增加，地检署的增加，法院这边就会增加。法院你不是该掠去关尔，你该赔偿，民事就会增加，民事若增加，执行就会增加。拢是隔壁这个害。无，这不是，这确实，金光党一定爱去抓啦，吼。但是讲你的能力一定爱警察不是像海象啊，吼。虽然讲迄有人讲，迄若惊抓一寡，但是迄是讲的尔啦，吼，无员讲加了。但是咱现在拢想讲，其实这嘛是爱社会本来就是安尼运作啦。但是问题是，你咧宣示你的决心的时阵，你后壁人拢要吵了，你想要来替你。这听起来是在非人的生活，过来听这个警员的非人的生活，这位啊有比恁较重无？其实这拢是同款的一个情况啦。譬如讲，你若讲一般吼，第一线的警员吼，你下班了，其实毋是下班啦。你下班了，你就是爱处理你的案件，你的文书毋免处理吗？你的卷宗毋免装订，毋免甲管吗？但是你看你勤务表一工吼，排巡逻啦，什么交通经理啦，什么创啥？伊无排文书处理的时间呢？伊无排讲你回家，讲下午6点钟、4点钟，互你整理文书无呢？你即摆掠到一个犯人，笔录都做了后，结束了，你物件毋免案件毋免送检察官哦，毋免送互侦查队哦，你一定爱嘛？你迄个物件要怎做？阮就上惊啥？7点下班啦吼，6点20分吼，掠到一个通缉犯啦。哇！气到要死，我足气的，我讲。你若要通缉，你就莫出门；你若要出门，你就莫红灯右转；你若红灯右转，你就莫互我看到。一早落来，哇！一个通缉犯愈到暗时11、2点，嘛无加班费哦，因为我7点就下班啦，伊12点钟经进房啊，无法度搁报加班费啊，对无？你无即个互你处理的时间嘛？但是咱搁甲外口无共款哦。你外口，譬如讲我伫公司上班，我处理一个专案，我甲案件摕去厝诶，冲，叫我生理讲好啊，哇！抽3趴，抽5趴，我就无就明年升官嘛。但是你若做公务人员无啊，你案件处理好，甲处理了歹，完全无差啦。所以你若讲本身你的待遇无好吼，公务人员袂认真做代志，我讲白就是安尼。以前迄中国有一个迄个企业家马云啊，伊讲一句话，大家拢人先要理智，人要理智，安两个原因，第一，钱无够心累了，第一心累了，第二钱太少。如果钱够多，心就不累了。伊这是讲一个笑话是安尼啦，但是你来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你遮。第一，你待遇已经无好啊。第二，就是你的工课，互你做了实在是足烦的，足忝的，无法度解决，佫无尊严。所以我讲吼，你这个待遇吼，除了讲，咱即摆是安怎？咱即摆是一个 AI 时代啊，差不多20多年前的时阵吼，迄当阵吼，公务人员伫改革伫做啥？所有的文书要改电子化，所有的物件拢爱建档吼，足侪迄个老孙官啥吼，做到要哭呢，因为袂晓用电脑嘛。你即摆嘛是共款哦，咱即摆国家是毋是设备爱增加？但是咱对即个公务人员的训练，是毋是互你更好的工具，互你好的训练，互你通做代志更较紧？另外就是咱讲开源节流嘛，你这无必要案件，你就甲减少。你是其实整体性，你有法度互你做了愈来愈轻松。这件代志，毋才会使甲人留我来。安尼听起来吼，恁咧做代志拢爱做记录，爱做政策，而且家己安怎，这敢是必要性的职务？一定是啦，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代表政府执行公权力啦，所以很多事情当然，比如说刚刚讲到做笔录啊，或者是因为我即摆有一个朋友，我会安尼问，就是讲，阮即摆有一个朋友，恁咧做这所谓的 AI 入去到各行各业，每一个勘站。伊拢有透过 AI 的方式去让软体甲灌入去。你做的代志，譬如讲你现场做这个单据，你做的这个笑单，还是讲你做的这个讲话记录，伊拢自然回正了后，你要看的人，中官要看的人，你就能看到，你拢免写报告。这有可能，那是这对你来讲有好也歹啊？这个对我们来说一定是最好的啦，就是如果能够引入就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去解决我们在业务上的问题，但是往往这种状况就变成是长官自己一头热，然后最后没有问基层说实际的
运用情形会是如何啊？哦，像我们台铁就有发生过，这个长官讨论的系统讨论得很热烈，结果基层去发现完全不好用，但是为了跟上面交代，你所以他要参悟了哈。嘿，他没有办法参与，或者派去之后呢，讲完的意见也没有被重视啦，他就变成是要自己先写完一遍之后呢，长官给的这个软体要再 key 一遍，要跟长官说，哦，我还是有做你交给我的新软体，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啦。所以我想面对这个科技的引入，绝对会减少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像我们在知道有一些这个医院正在做这个护理师的 AI 交班。好，就是他们会打很多记录报告嘛，如果是 AI 可以来做简化这个流程，当然可以减少交班的时间。那可能对这些业务比较繁重的单位来说，一定也可以减少了。只是说这个部分有没有让现场有感，我觉得现场的意见要被听到。对，哦，当然啦，你做 AI 的物件都要按使用者，因为听起来恁三位拢是过去都一直拍报告啊，而且佫无算得来。我研考这个物件，就是讲。我写就个报告，日报票、月报票，是嘛？啊，你规工至少要开一点钟咧写报告，写